听说你的女儿叫贺锦熙。啊！哈，巧了，我老婆也叫贺锦熙。哎呀，那个嫁给你们家的那个贺锦熙呀，她就是我女儿。是吗？啊。可是我认识的贺锦熙，应该是出身书香世家。可书香这2个字，跟你可搭不上边儿。啊，我当年呢是当过几天老师，这后来不下海了吗？做生意了。原来如此，跟世家确实沾不上边儿啊。那个，既然锦熙嫁到你们家了，是吧？那咱就是一家人了。我这个当爸爸的，有一点小小的请求，不知道你愿意听不愿意听啊？好啊，你说吧。锦熙呢，我女儿是我从小带大的，哎呦，是又当爹又当妈，把她养这么大不容易呀。我最近做生意，这个资金上有些困难，你看能不能给我资金周转？太辣，太呛。要钱是吧？是，这要钱多俗气。我就是说资金上这个周转，就资金周转。好啊，没问题。但是我有个条件。那您说。我这个人呢，没有什么其他爱好，就是爱玩。只要你把我玩高兴，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。玩？贺振东怎么会跑到神龙集团去呢？找贺锦熙，还是什么其他的目的啊？要是顾医生发现了怎么办呢？哎，也不知道贺振东刚才发现了我没有。他要是认出来我不是贺锦熙，可怎么办？别夹了！哎呀，不许让这别让他夹了！哎呦，特总，别夹了！